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9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3篇，约拿书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彼得后书第3章第8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顺服。世间人拢非常注重着家己的年日，并且真看重看甲非常重要安尼啦吼。对人来讲吼，亲像每一天拢是非常重要的日子。伫这个无共款的年代、无共款的年岁，伫咱的时间所看重的程度也拢无相同。真情医疗阁真落伍的一个时代呢，拄出世的囡仔，若会当存活超过1个月，就非常的困难啦吼。所以古早呢出世1个月，咱就特地庆祝，就有迄个满月，阁来了着度节吼。以前的老人若会当活超过50岁，嘛真少吼。亲像牧师的阿公，伫法轮功教会牧会的时阵，因为破病，伫49岁就已经安息。所以早期台湾人只要满50岁，就会办理50岁的大寿啦吼。现在呢，确实愈来愈少人咧办这个寿宴吼。因为现在这个平均的寿命拢已经增加吼，比如讲2024年伫台湾的男性平均的寿命已经到77.42，女性达到这个80.77。就算是安尼，咱伫上帝的眼光来看，这是无共款的角度。人生的重点要安怎追求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并且甲上帝同行来顺服，这是蒙福的永生的道理。约拿书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记载着约拿伊伫这个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啦，走乎上帝的逆啦，去互大鱼吞到伫腹肚底，经历着死亡，佮领受着上帝主爱的恩典，对死佮活了后，伊的顺服，这是第3章吼。上主的话第2遍传互约拿讲起来，你去尼尼微城迄个大城，将我交代你的信息对因宣布。约拿就随时起来，照上主的话去到尼尼微。尼尼微是一个非常大的城，就用3日才会当行透。头一日，约拿入城宣布讲，过40日，尼尼微城会毁灭。尼尼微城人信上帝，就宣布禁食，对大到小，拢穿油麻衫来参会。这个消息传到尼尼微的王遐，因就对王位起来，脱礼服，穿麻衫，坐伫迄个火炉顶。伊阁对尼尼微人宣布，王甲大臣下令，人甲平生、牛群、羊群，拢不准食物件，毋通互因食，也毋通互因啉。人甲精生拢着穿麻衫，逐个人着迫切求叫上帝，着悔改去杀歹的行为甲暴力，无定着上帝的回心转意，无发大寿气互咱来白无。上帝看到因的所做，就悔改，放弃因的歹行为，就改变心意，无将所讲的在下降落伫因的身上。伫上帝的眼中，迄个年日拢是伊所创造，伫伊的眼中，真千年好若亲像一日。彼得后书第3章第8节到13节。经文安尼讲到，亲爱朋友，有一项代志，请恁毋通袂记得，就是呢，对上帝来看，一日若1000年，1000年
那一日，有人想讲主因前，伊答应要做的事，其实伊毋是伫因前，是伫用温忍。无爱有人灭无，爱逐个人拢悔改。毋过主的日子真像贼忽然到，伫迄个日，才会天会伫大的险声的中间来消灭。天体雨火烧洋，地甲地上一切的被造物拢消灭。既然这一切会安尼来毁灭恁着安怎做人？恁的生活着圣洁敬虔，听候搁催逼上帝的日赶紧来临。伫迄日，才会天的雨火消灭，天体的雨火烧洋。毋过，咱伫听候的是上帝所应允新天新的地，伫遐公义永远得到建立。彼得前书甲咱讲，咱听候的是上帝所应允的新天新地，这个期待甲听候是必须爱顺服上帝的旨意的人才会当得到的。诗篇73篇上帝实在好款待以色列人，好款待遐的心正气的人。虽然安尼，我会脚险险出倒，我会脚险险行偏去，因为我看到歹人甲骄傲的人兴旺，我就怨妒不平。因一世人拢毋捌艰苦，身躯臃肿好看。因无亲像别人拖磨劳苦，嘛无亲像别人受着灾厄，所以因用骄傲做跋连赶伫暗领，用暴力做衫穿。因的身躯肥，目睭含，心充满邪念。因体笑恶意中伤人，因讲大声话压制人，因的喙亵渎天，因的指咒骂伊地，连上帝的子民拢归伫因，全盘接受因所讲的话。因讲上帝哪会知？只管上帝兼下捌看。这是歹人，因不是无烦无恼，在报哪加天。我保守我的心清气，实在无彩工。我洗手无目着罪恶，嘛是空空，因为我规日拄着灾难，逐日早起受着的谴责。我若讲我要照因会安尼讲，就对你的子民无忠实。我想要了解这个代志，毋过无法度。到日记上上帝的圣所，我才明白因的结局。你一定会甲因来放伫牛骨的所在，互因绊倒灭无。因互恐怖吞灭，一目念久就灭无。亲像人困醒就知因的面貌是幻想。主啊，你一个起来，歹人嘛安尼来消失。我的心真酸，我的心情苦痛。我牛戆无知，伫你的面前亲像精神。总是我不是甲你做伙，你看我的正手，用你的假使引带我，接纳我，互我得到尊严。到天顶你以外，我有甚物人？伫地上你以外，我无所依爱。我的肉体，我的心神会衰弱，毋过上帝永远是我的快乐甲产业。离开你远远的人一定灭无，放散你背叛你的人，你拢会甲因消灭。对我来讲，亲像上帝上好。你找至高的上主做避难所，互我通宣扬你一切的作为。感谢主赏赐救恩，互阮会通因为顺服，因为愿意跟对上帝的脚迹。将生命的主权全然交予上帝来，阮会通得到蒙福永远的活命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